由香港搭高鐵到內地過境嘅時候，一地兩檢，一次過辦理兩地出入境手續，方便旅客出行。原來香港物流運輸都有類似嘅措施，講緊嘅係海陸空多式聯運新模式。作為大灣區物流樞紐，香港係區內超過70%嘅國際貨物中轉站。為咗便利貨運，香港同東莞合作建立全球第一個直達機場空側嘅海空貨物聯運項目。出口貨物預先喺東莞嘅物流園完成安檢、打板、收貨等嘅程序，再經海路運往香港機場，直接上機轉達全世界。嗰個項目預計慳1/3處理時間，減少1半營運成本。除咗海空聯運之外，仲有陸海聯運。2024年開通如深港途定班列，貨物由重慶經鐵路運去深圳鹽田港，最快6個鐘頭能夠運到香港葵涌貨櫃碼頭，快速轉運到世界各地。海陸空全方位聯運，提升效率，節省成本，為香港呢個世界級物流樞紐注入全新動力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